食毒赛车情形严重，交通部拍算要修法，甲食毒赛车坐公车的人都列来处罚。那交通部长陈世凯认为，食毒犯法爱罚比酒驾更加重。爱尼的连锁伊美集团伫咧邦桥分店，互查某人客指控有创健康摄影机，代志爆出来了后，检警开始敲甲总裁尚如山具体到案。中天进前的记者兼主报人身有涉嫌违反着这反心偷法定罪，今仔日检方甲起诉摕中国钱、乌西官兵等罪嫌，这3罪呢，各依法来求刑5年到7年。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先来看这新北的新增，这新北产业园区附近的今仔早起7点多，当大家拢准备要出门上班的时阵，这车路说是个淹水啊！这查者发现讲是边仔工地伫咧做新北大道人行天桥的工程，所以甲这水道水的大条管乌甲破去。自来水公司派人来到处理，这个所在处理了后，水也已经退啊。事实上，这单的淹过也把乌甲破去，那这详细原因佫需要调查。7点起步，乌多班拿对头前徛拿喷水，规条车路就敢若出水道，出现一站真高的积水，甚至有民众翕到淹水的管道，已经有汽车保的链遮尼悬，不过看天顶明明就是好天。原来这造成淹水的凶手就伫边仔的工地，自来水一直对威力的下骹流出来。代志发生伫5月7日的早起，大家赶上班的时段，地点搁伫新北市新庄新北产业园区这边，中嘛造成大塞车交通帕夹。塞了半小时啊，交通不好就会觉得困扰啊，不管是什么理由吧。早上比较多，我们来就比较改善很多了。根据了解，迄当阵是当在进行新北大道人行天桥的新建工程，全套共计其他施工作业。没想到早起7点20左右去挖到自来水的管线，一直到9点半，自来水公司关水船啊，已经积水差不多2点钟啊。重回新北大道5公路口，马路上积水全退，自来水公司正在紧急换破管。不过，这个工程在2月8号就曾经发生过挖破自来水管的状况，如今发生第2次类似状况。登去看3个月前的淹水，是因为自来水的道主较旧，刷落来自来水公司是做道主的定经证。这摆伫期其他的施工进前，搁做深度20公尺的雷达的测试，结果显示讲无自来水管。另外，搁有事前80公分宽、15公尺深的其他的气压嘛无问题。不过正式施工的时阵是换做100公分宽、15公尺深的机器啊，敢是因为机器加宽20公分，造成破管搁来厘清。试钻探的结果，我们也是没有发现相关的一个自来水的管线。今天做的基桩只大20公分，并是1公尺的，可是却挖到了，所以这个地方到底问题是在哪里？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厘清。根据台水的研判，一摆乌破的管线，和顶摆同款是突破新北产业园区500米里的送水管。到目前为止是拢采取减压供水的作业，到底问题是出伫倒位？搁会等续落来进一步来厘清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到社会事件，讲到这几年呢，这食毒赛车案件一直在增加，对顶年的2600多件，去年就增加到8600多件咯。今年1月到3月呢，也累积3200多件。面对这款的情形，交通部拍算要来修法，后礼拜一就会和内政部开会讨论。其中这修法的方向，就是把这食毒赛车的处罚对象，也把这坐公车拢列入来处罚。交通部长陈世凯就表态，这食毒本身就是犯罪，认为毒驾的处罚就要比酒驾更较重。车冲入去田内，车头拢歹了了。这交通事故，赛车人向向冲到对向的车道，汽车、机车拢袂好闪，规个拢烧毁，8台车受到影响，造成6个人轻重伤。现场处理员警发现该名驾驶神情有异，立即以毒品快筛试剂来做检测。那经检测发现毒品快筛是呈现阳性。抓到这66岁是因为查甫人16早时7点外，伫新北英歌区的管情路造成事故。尽管讲是无说哩压落去捡手机啊，不过经过喙内快速检查验出毒品，阳性反应，互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刚这个整个都倒了。食毒赛车已造成死伤，去年底几人报记录人互驶真紧的车弄到死亡。今年3月，宜兰一个查某老师伫路口等红灯互弄到，当场死亡。前几天，彰化有10人食毒赛车驶真紧，夺走2条性命。食毒赛车造成比较一再出现，经交通部建议修法。我们应该要把这个酒驾跟毒驾来做一个脱钩了哈。有没有考虑说，我们来单独提高毒驾的行政罚则？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好，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先做了之后，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看一下食毒赛车件数，对去年2600多件，去年超过8600件，去年前3个月有3223件。对着食毒赛车问题有恶化情形，交通部下礼拜一会甲内政部来开会，提出修法方向之一，采取食毒赛车连续处罚，无分赛车的人、乘客拢处罚。但世凯也认为讲，食毒赛车甲啉酒赛车来比较，必须要受到更加重的处罚。食毒赛车议题也伫民间来发酵，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有人提案，食毒赛车致死人死亡，看做甲无实共款，甲以杀人罪来论处，相当会使判死。无到2个月，超过6800人连死。也有法务部是讲会继续来接纳各界意见，好好来研议是不是提悬刑度必要。我其实更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会去碰毒品？那他们所面对的生活问题、各方面的压力的处理，恐怕才是防止毒驾很重要的一个根本原因。交通部要杜绝食毒赛车，建议是当当来处罚。尽管学者无反对，不过同时也建议食毒赛车防治必须要多方面斗阵做，尤其是政府单位必须要重视食毒的源头，测试食毒的人成长压力甲身体心理状况，了解伊为安怎食毒，才有法度予伊所需要支持，降低食毒的人口，减少食毒赛车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金融机构高盛近前有警告，全球的原油和成品油的库存的数量拢伫咧落，其中以石化原料轻油、液化石油气欠上介严重，也特别点名台湾库存无够。咱的经济部就表示，目前这油气安全库存的日仔呢是比法规搁较悬。那大属超大型原油轮、均线轮载200万桶的原油，车辆已经到这台南的外海路，按算车7会到袂了港。一只真大邮轮停伫台南的外海，伊对阿拉伯东部地区出发，暗算初7的透早往北到袂了港。这是大属海运旗下超大型原油轮均线轮，装载200万桶的原油，对4月中通过荷姆兹海峡，替大家伫欠油的时阵炸来原油。搁是中东战争开始拍了后，第一台通过荷姆兹海峡到台湾的超大型原油轮。根据大属化目前的规划，5月燃油产量开动率会对43%提升到60%以上，6月国有关到8%削减台湾欠原油的疑虑。行政院要求我们经济部、台电、中油要把这个所有的计划，不仅做到9月，连第4季都要提前来执行。行政院长杜永泰强调讲，已经要求卖互供应产生困难。不过，台湾化石燃料的存量搁一摆变作国际焦点。国际金融机构高盛发布上新的报告，点出全球石油整体库存已经缩减到差不多8年来上低的水准。相对接欠的都是石化原料轻油和液化石油气。搁直接点名南非、印度、泰国和台湾，面对欠油的风险较高。即便是最近有很多的主要的供油、供气厂商陆续的发出不可抗力的因素，我们的中油公司对于未来甚至到冬天的购油计划都有一些 secure。经济部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的天数拢有满足石油90日、天然气11日，比法规较悬。国内油气的供应无问题，技术方面嘛保持稳定。目前嘛在规划冬天的渡运计划。不论日本、韩国跟中国大陆这几个国家，基本上他们的液化天然气安全存量都在30天到50天。我们目前大概有规划7个接收站，那现在每个接收站都有不等的挑战，那这会造成我们的安全储槽的容量其实不够，天数也会有影响。学者提醒讲，今年1月到3月，各大油品消费量和去年同期比是呈现年减6.7%，各大油品连载产量是伫每天100万桶会当支用。连到看过去对卡达来液化天然气占比高达3成，加上现行燃气发电占比要5成，差不多有15%的供电来源受影响。燃气的耗损和存量，更较需要密切关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礼拜呢，咱的总统赖清德是出访苏瓦蒂尼回来啊，也那后礼拜就要举行这传习会咯。这传习会和咱台湾有啥物款的牵连呢？这美国总统川特别讲到，和中国国家习近平关系真好，佮俄罗讲伊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不是讲会针对着这经贸问题，也佮最近的美伊战术当面来讨论。啊，那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也讲到台湾议题，也会列来讨论。不过，伊是搁再强调讲，无希望看到台湾或者是印太地区的稳定去互人破坏去。Well,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I find him to be a tremendous guy. 面对后礼拜传习会，美国总统表示善意，伫公开的发言内底展现对中国的正面态度。那俄罗斯军兵传闻嘛讲，美伊战争的议题会出现伫会议桌顶面。He's been very nice about this. In all fairness, he gets
like 60% of his oil from Hormuz, and I think he's been very respectful. We haven't been challenged by China. They don't challenge us, and he wouldn't do that. I don't think he'd do that because of me. But I think he's been very respectful. 这是去年10月底两人伫南韩釜山会谈了，再度面对面。迄阵真罕见无讲到台湾议题，即个有了下暗中东局势平列。美国国务卿罗比奥讲，美中两国拢无关于台湾，也是印太地区稳定受到破坏。 I'm sure Taiwan will be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It always is. The Chinese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on that topic. We understand theirs. That it is neither one of our interests to see anything destabilize happen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We don't need any destabilizing events to occur with regards to Taiwan or anywher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I think that's to the mutual benefit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华府帝国布鲁金斯研究院研究员金派亚讲，中国要施压美国，要求对台政策让步。 包括去年底批准的对台军事案，也是改变文字，亲像甲呼吁和平解决两岸分歧，改做支持和平统一，也是甲无支持台独强化做反对台独。金派亚讲，若是美国的讲法趋向北京，就是显示要伫谈判道交换友伴的安全利益，唔来损害台美的信心，唔来冲击美国和盟友之间的信任基础。记者综合报道。 自由民主的国家无包含讲你会当危害你的国家。来看这中天进前的记者兼主播林新佑涉嫌犯反渗透法定罪，今仔日去互检方起诉。检方调查林新佑有协助中国甲这官兵乌西偷摕这机密，甚至佫伫咧网络节目顶头宣扬中国打压台湾政府和官员。叫偷摕检署在今下晡对林新佑抑个6名现退役的军人提起公诉，其中林新佑因为涉嫌犯反渗透法、洗钱 含乌西3项罪名，依法分别求刑5年及7年。社群平台分享日常工作情形，前中天记者兼任主播林信佑，敢若长期接受中国资助做白手套，乌西国军官兵、海巡人员偷摕国军作战机密，交土地检署调查了后，7日宣布终结，对伊甲6个现退军人提起公诉。自播这个反对罢免案的影片，在电视台还有社群媒体中发布。 内容涉及反对罢免案之宣传，借以达到影响反对罢免案投票结果，收取渗透来源虚拟货币4325颗的资助报酬。 除了这部网络节目来引导罢免案的行向，检方调查也发现，伊长期甲境外敌对势力集团4、5个成员合作，提供家己口座真侪乌西资金管道，用钱引诱军人拍投降影片，尽力吸收军人交这个公务军事机密。约定将军方内部相关军事公务机密及电池记录，以手机拍摄后，透过通讯软体传给境外集团成员，以此收受对价。 林信佑不法所得含嫌机械被大约30多万，检方认定伊涉犯反渗透法、洗钱甲乌西3罪，各求刑5年到7年，下求处7年相当徒刑。收钱的6个现退役军人因为交付秘密文书甲拍投降影片，也依照个案法起诉，并且建请法院相当量刑。除了4个嫌犯，在押林信佑这6个人，切实的疑心交投地方法院，由院方来裁定是毋是接押。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即摆人爱水，真侪人会去做医学美容。不过，这条新闻逼出来，大家是真惊惊。来看这爱妮的连锁医美集团伫新北邦桥分店，和一个查甫人客指控讲呢，因的烟雾侦测器事实上就是监控摄影机。但这逼出来了后呢，检警也开始敲，甲这总裁尚如山以涉嫌妨害秘密等罪嫌躯体告案。虽然这爱妮的集团背后讲是为着要确保着医疗品质，才会装这摄影机的，不过卫福部也强调讲，录影就要经过双方的同意，若无呢，相关会当罚25万。连锁医美集团爱妮的发生疑似监控偷窃的争议，集团总裁尚如山牵涉妨害秘密等罪，追落以被告承认躯体盗案。同一天，检警搁在搜查新北邦桥新庄永和南口4间分店，甲店长店员以证人的身份带回警室。要拆掉是有直接到谁的指示吗？在搜索前拆掉？之前知道我这样会不会
担心自己也被拍到啊？业者第一时间声明讲，监视设备是为了确保医疗品质，维护药品甲器材安全，绝对无侵害消费者个人的隐私。我卫生部医术司表示讲，录影爱双方同意，若无相关，会当罚新台币25万。各地卫生局嘛陆续发动稽查，台南3间分店目前无查到明显违规。德北分店虽然2间治疗室有设监视录影设备，不过有打录影广告，无发现偷翕的装置。台中2间分店伫资讯室、监测室甲诊疗室才区域有监视设备甲烟雾侦测器。本局已完成辖内2处诊所稽查，烟雾侦测器是否暗藏录影设备，疑涉妨碍秘密罪刑责，将主动移送检调单位追查厘清。如果已经涉及到更衣、体雕、诊疗等高度私密空间的状况的话，那就是会比较严重。那如果未来有确认影像外流的话，赔偿的金额会再大幅的提高。总之，目前状况是不排除提高。真侪消费者除了要求退费，马祖自救会成员有成百个，要要求安慰金等民事损害赔偿。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和南投的检方伫今日中宣布抓到一件这非法乱倒废土的案件，偷盗用件废弃物和废土有到6万吨，地点是伫咧云林、彰化、南投3个县市，两案的乌心钱赚超过1亿1千万，涉案的10间公司57个人拢被起诉啊。在70甲线边啊，规片山坡地整理土地填土，验过其实土坑内底也含用件混合废弃物。云林地检署查到一个跨县市废土的集团，有工程出土这边，也有中介的土资厂的产业链，加3万2千吨废弃的土坑非法回填地。云林东市西里到南甲彰化市，涉案公司有10间，35人，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加水土保持法罪嫌起诉。涉嫌违反这个废弃物清理法，而且该业者甚至将部分土方运往某山坡地，这个也可能会构成水土保持法。检方去年9月伫云林抽检3脚车运送并证，发现记录甲实际车流载运内容无符合，甲警方款管署组成专案小组一直查起去，结果发现台北一间营造公司承包台中市东方生活区快速道路磅坑工程，甲时间误掉的骨头糊红啊、瓮笔啊，佮有砖啊胶这废弃物南这土坑运出来。为了省这处理费，今年9月土资厂暗号虚假申报，结果由找买土地公司再到市的农地也是山坡地去倒回填落去，不法利益6300万，环境复原费用爱1亿。土方或营建混合物并没有落地去做分类处理，而是直接就出来了。像这种我们叫绕场，做了一个假动作嘛。卡土机挖落去2万8千吨的建筑废弃物全部挖出来。南投县府甲警方2004年5月接到民众检举，发现鹿谷乡市长的地主免费提供2地土地予不肖业者，加新北南口当地2万8千吨的营建废弃物、粗灰啊、砖瓦、阿文土地倒落去填起来。南投地检署侦查终结，甲县过业者、市长的地主这22人依照废清法起诉。经查发现为这个地主免费提供土地来供这个业者、不法业者来回填堆置废弃物。那我们也配合检查的部分，将相关的土地所有人、承租人还有行为人一并起诉。4月15人不法的利益大约5180万。南投县环保局后续要求地主甲行为人提送一个清理计划，限期甲环境复原。记者综合报道。金华酒店开伫咧台北大直的泰式海产自助餐厅泰市场，最近有民众讲4月底去遐用餐，说身体无爽快，医生讲是去挖到脑瘤病毒。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讲有19人用餐，这个人无爽快，有2个人去予医生看。我很肯定一定是他们那边的料理出问题，所以我小朋友隔天都没有吃东西，最后一餐就是在菜市场。其他人的话，像我的症状，我接我儿子回来晚间，我开始才像他这样，晚上睡觉的时候开始会胃寒啊、发烧啊，然后一样也是拉肚子，女儿跟我的状况是一样的。台北市卫生局于5月1日晚间接获新北市卫生局转知医院通报，基于5月2日立即派人至公散场所进行卫生稽查。现场查有人员备餐时未佩戴口罩，一项缺失。卫生局虽针对业者做卫生稽查，发现讲这个备餐人员无挂嘴暗，要求限期改善。警方集团也发声明表示，会配合稽查，也针对工作人员采检和化验，未来也会强化食安对人客会实力，也强调讲有甲受害者的民众联络，也会继续来追踪。
来看高雄三民区一间国小边的公园，有家长发现讲，这放学时阵呢，拢有一个查甫人来这摆摊卖四手啊，卖物件甚至有中国食品。家长认为讲，安尼生会有安全的疑虑，车人呢，警方和卫生局就派人去稽查。除了公园袂当摆摊，先甲这个贩仔开罚单以外，伫咧贩仔的厝内边也发现到无繁体字标示的中国四手啊，同款会来加罚钱。放学时间到，一大群囡仔围伫咧大头买物件。有家长打问讲，高雄三民区的义德公园最近出现一大摊贩，专门伫学校边仔卖四手啊。因为敢若具备中国食品，家长讲这具食安的疑虑，囡仔唔知好歹就食落腹肚，若是出问题，谁要负责？望卫生单位甲学校爱重视这个问题。手手啊掉啦，你看。已经来卖足久的啊。卖好啊，足久啊。足久的啊，大约你有印象是几个月还是？他几档啊啦。小朋友他哪知道，他也不会注意去看。他喜欢吃的，偶尔他就买啦。如果是分装的方式，那可能也标示不明，那个有效期限那些等等都是很多问题，所以我们也持续的跟老师宣导啊，在利用教师晨会的时候，跟老师宣导要教育孩子不要去购买。伫咧摆摊附近的涂骹，阁有看到中国四手的包装袋啊！警方中昼随来巡查，也当着这名姓林的查甫摊贩准备摆摊做生意。除了按照道教法开单处罚，嘛要求其袂使过来遮摆摊。另外，卫生局前往摊贩厝来稽查，有发现2包中国的四手啊，拢无中文正字的标识，因为摊商无法度交代物件来源，将会依法裁处。依同法第47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现场亦因同法第52条规定，销毁2包违规产品。因为这款中国四手啊引起食安疑虑，卫生局表示，后续会甲教育局、警察局互相配合，伫咧校园时课练等加强巡查。校方强调会加强对囡仔食安教育，也拜托家长斗关心，提醒囡仔唔通学白买来路不明的食食。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阳昌报道。云林虎堡的警方呢，最近抓到一个讨销集团，因伫咧放档内，那阵被害人无法度还钱呢，因就举巴达去甲伊威胁。目前抓到9个嫌犯，也查到毒品、枪等证物，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暴力讨销的成员为着要暗藏身份，调工后面去到被害人的厝里，手举巴达公车，佮迫害躯体。不过所有的买袋拢已经去监视器录落来。云林警方最近抓到一个暴力讨销的集团，以放档来趁钱，要求被害人签本票。不法犯罪集团涉嫌以非法借贷的方式牟利，要求被害人签立本票作为担保，若被害人无力偿还，即纠众持棍棒、球棒前往被害人住处及工作场所，暴力讨债，手段恶劣。警方表示，这个集团以月收30%的档来趁钱，如果被害人无法度还钱，就会去住的所在暴力讨销。经过检警成立专案小组，5月7日安排警力到31岁姓张的主嫌等人住的所在，执行搜查甲躯体，总共抓到9名涉案的嫌犯，查扣介侪枪、枪支甲毒品等犯案的物件。张姓主嫌经本署检察官讯问后，认为其涉嫌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恐吓、重利等罪行，犯罪嫌疑重大，但本件相关共犯均已到案，且无羁押之必要，故予以新台币5万元交保。警方表示，这个暴力讨销的集团以人际优势、甲暴力的陷阱对借钱的人甲家属来威胁还钱，后续会继续追查理清这个集团运作的模式、资金甲钱的来源，强力打击不法的犯罪组织。记者综合报道。那阵捌掠过鸟鼠的民众，你一定发现讲这鸟鼠确实真歹掠。讲到这鸟鼠的问题，可见到政府安怎处理的能力咯。这台北市为了要解决这鸟鼠的问题，宣布要推出鸟鼠净防署。环境部长潘启明是建议讲，要爱找专业人士来处理会较好。那市政府是回应讲呢，这个净防署是协助民众找鸟鼠的来源，唔是盗猎鸟鼠。环保局的工作人员挂手录啊，投放鸟鼠字，加强鸟鼠的防治。针对公园内面，有当时会看到民众伫遐饲鸟啊。台北市公园处嘛特别提醒讲，今年5月1日开始已经加强处理，对违规的行为依法采取，上悬会当罚6000。另外嘛会加强公园的粪扫桶清运的频率。比如说，我们看到鼠洞，我们会去计算有几个鼠洞，我们今天投了多少药，那都在日报表里面都很详实的去记载下来。比如说今天投了3个，鼠耳通道，
那我们可能经过2个礼拜，我们会再回来复查，看看里面的鼠耳有没有被咬食的情形。真侪部分做伙做防鸟鼠，台北市政府宣布推出鸟鼠类的警防署。环境部长裴启明表示讲，伊是第一摆听到警防署这个名词。伊讲灭鼠是专业的工课，建议参考新北市政府所处理鸟鼠网仔的专业人士来处理，可能较好。侦防师是什么？我昨天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我会希望说，很多事情可能需要靠专业的来。其实民间的防治专业人员，他们所持有的证照，跟我们侦防师，也就是消毒班持有的证照是一模一样。相关执行的细节，环保局接下来很快就会跟大家做公布。有民代质疑讲，台北市清洁队的消毒班干那86个人，大个人爱应对超过1万户，这种配置无可行性。不过环保局记得讲，天狗日的期间，民众对天狗日有真侪疑虑和烦恼。迄当阵的生态防网仔署是提供相关资讯和协助，并无人力无够的问题。鸟鼠类警防署的部分人力会超过100个，看过不是掠鸟鼠，是替民众倒找源头。鼠来它的通道到底是什么？那鼠吃它的食物的来源到底怎么样？还有鼠住就是堆积杂物，还有老鼠容易存在的位置是什么？一般民众可能没有那么了解，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鼠类侦防是可以帮助大家更进一步去了解，一定会超过100人。市政府嘛进一步讲，刷落来看实际状况，若是有更较大的需求，嘛会随时来调配人力。除了警防署，还有警防署的协助人员，配置会看大家区域汇报的状况来定，希望以社区做单位，以这个方式到甲民众找到鸟鼠的来源。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鸟鼠，上惊就是这传染病的喂护人来看邮轮安德阿斯号，有3个乘客感染到汉他病毒死亡，全艇还有4个人防喂着病，一个人呢已经送到南非治疗，2个送荷兰，另外一个目前是无症状的。按照未来3天到4天呢，这船会驶到西班牙的加勒比群岛进行大规模的体检。为空气的画面会当看到，这只载医护人员的船驶进洪迪亚斯号，准备接待2个需要紧急送病院的重症的船员。另外，美联社嘛摕到目前人伫咧船顶旅客所翕的画面，显示船顶穿全套防护衣的人员，橄榄线透开了后，甲船驶离开洪迪亚斯号。接落来，这只游轮阁要继续开始跑，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西班牙卫生部就指出，洪迪亚斯号预计伫咧3天到4天了后就会到位。这摆汉他病毒的感染，拢总造成7个船员，也有旅客出现病症，其中有2个确诊，其他5个是疑似的病例。7 individuals of the 147 passengers and crew have been reported ill. Sadly, 3 have died. 1 patient is in intensive care in South Africa, while 2 patients are still on board the ship and are being prepared for medical evacuation to the Netherlands for treatment. In our disease outbreak news that we published late last night, we did mention a 3rd suspected case who reported a mild fever at one point. This person, I'm happy to say, is currently doing well and is asymptomatic. 医疗专家就指出，汉他病毒主要是捌到鸟鼠的屎、尿、水烂才会喂炭，致死率有1%到50%，不过目前并无人传人的可能性。The risk to general public is low. This is not a virus that spreads like flu or like COVID. It's quite different. 西班牙卫生部表示，加那利群岛是有治疗汉他病毒能力当中，距离洪迪亚斯号上近的所在，所以才会选择。若船只到位了后，会交予医疗单位，甲所有的旅客也有船员进行体检，也有照护，煞尾才会转送转去因家己的国家。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讲到台股呢，这一站嘛是烈噗噗继续来创新高，今仔日收盘来到41138点，台股的成交量也要到1.45兆，创历史纪录的第2高。今仔早起早盘呢，这电子宽达股带头起超过800点，把冲到41575点。开盘报到2点钟呢，这收盘的这个成交金额就达到1.45兆，是有史以来第2多。另外，外资买超的金额751亿，也是有史以来第4多。不过，分析师是表示讲，这台股的呢成交动能，除了大户、中实户，还有一寡散户资金拢已经交够啊，台股也是有机会来创新高。不过，也是要提醒讲，这投资拢是有风险的，投资就要特别斟酌。
讲到这全球半导体含 AI 晶片需求量是真大，初六呢亚洲股市继续冲，这个南韩的股市开盘就大起，头一届起超过7000点，收盘创下历史新高。这晶片制造商三星电子市值也超过1兆美金，是台积电了后第二间达到这个纪录的亚洲企业。南韩股市初六出现历史级 AI 行情，第三次 SK 海力士晶片商用的带动下，开盘就大起5%。南韩综合股价指数头一摆超过7000点，尾也是以7384.56点的历史新高点来收盘，起伏是6.45%，是史上第二大起伏。对今年2月25头一摆超过6000点以来，敢若用2个月的时间就进入这个7000点的时代。全球上大记忆体晶片制造商三星，初六股价起伏超过1成，市值超过1兆美金，正做伫台积电了后，第二间达成这项有重大意义、标志性的亚洲企业。三星的股价过去1年起大约300%，正做韩国经济成长重要动能，也是股市投资全民运动上受欢迎的股票之一。当地证券业者统计，三星电子股票伫4月正做韩国父母送予未成年的子女，提早来准备财富传承上届需要的选择。尽管中东危机、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继续冲击供应链，全球的晶片需求依然是真强。这个伫马来西亚吉隆坡开幕的东南亚半导体展，业界乐观预估，今年全球晶片产值可望正式达到1兆美金。I think this year is probably in the bag. I don't think this will impact this year for 1 trillion, but the 2 trillion by 2035, that can be impacted depending upon how the winds will blow with respect to geopolitical topics, geopolitical uncertainties, and if we run into some more material shortages. 专家指出，进产业成长这么紧，是因为过去10年物联网的修炼。本世代人工智慧发展，也个未来可能出现的量子运算、大成长所大震动的。不过，除了地缘政治因素以外，产业同时也受到人才欠缺甲人员不足影响，这拢需要提早来规划解决方案。公视新闻，施会长编译。即摆的人囡仔生少，大家拢嘛是真宝贝，啊那做老师的有的是做甲真艰苦。这教育部进前是修正大学设立师培中心办法第12条，互大学的师培中心呢会当家己来定规则，甲这个教育专业学程的这个学分呢，摕来拄通识学分或者是自由选修的学分，定好减轻这学生修课负担。第四代伫今仔日宣布，对这个学期开始呢，甲教廷列入去学士班自由选修学分内面，128个毕业学分上无会当拄21个学分。在第一排听老师讲解学习评量，第四代英语系2年的陈同学是师资生，爱修关系的课程，嘛就修中等教育的专业课程。分好几个学期，或是分几个学期去把它完成，这样对我来说还不太算是一个压力。教育学程这个是让未来自己多一个出路嘛，但是我自己专业的我还是要先顾及。学位学分和师培学分分开算，不过中等教育专业课程26个学分，国小师资职前教育课程50学分，压力真大。第四代初六宣布，这学期开始师培学分会整合到128个学分的毕业结果。教育专业课程算入去自由选修学分，上少21个学分，增加修课的压缩比，嘛提升修课的意愿甲课程完成率。我就想说，我会有更多时间可以去修其他的课程，就比较不会有延毕的压力了。第四代讲，这几年大学部有1800到2000个第一个新生，师资生是大约1001个，课程完成率7成，无算低。若最近3年数据嘛显示，对师培有趣味的学生有较低，才会想要推出师培的微课程。对于一些可能中途离开的人，也在通识或有其他方面利用这些学分学程，让更多人进来。另外，教育部修法，学习师培中心的大学家己定规则，甲校定学分摕来拄通识学分，也是自由选修学分，希望增加师培的吸引力。专教授认为，长期来看效果有限。没有去改善现场的劳动条件跟整个那个薪资结构的话，我觉得他们师培再多，因为他不会到现场，所以变成是一个假象了，也最终还是不能去解决现场这边教师方的一个问题。第四代师培中心表示讲，这摆改革是出发点，免让学生留落来投入教职是大挑战。
所以来强化亲子沟通课程，引进业师甲师培辅导教授，让师资生感觉学校有关心、有支持，愿意投入教职。记者综合报道。酒驾化这严重，再起着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应该爱修订性别平等工作法第19条，修正为着有囝减工时免扣薪水，取消企业申请人数限制，提供女侪福利，就等来有关台湾的生育率啊。酒驾化的原因真多，其中爸母拼经济、无时间照顾囡仔，嘛是影响生囝意愿的原因之一。民团拜三开记者会讲，即马家长上大的困境之一，就是无时间照顾囡仔。现行的法律虽然通申请减工时来照顾未满3岁的囡仔，不过使用率却无到3成。民团希望修法，甲台北市政府当咧试办的减工时唔免减薪水计划扩大到全国全面实施，放连企业人数限制，互家长通照顾囡仔嘛，通兼顾收入。即马拢双薪的家庭，双薪家庭的爸母伊下班即马标准就是5点下班，5点下班了有长些定来爱搁加班，所以伊无法度等囡仔4点下班的时阵，等来接囡仔。第一个原因就是法律没有强制啊，法律没有强制。第二个部分，他觉得劳工可以用其他的假，你有需要你就去请特休啊，你就去请其他的这个假。根据台北市政府的统计，育囝减工时无减薪水计划，3月份实施到达，已经超过300间的企业，500多个劳工参与。民团认为申请人数直直增加，显示制度乃当改善，政策是有机会当来推动的。民团嘛提出修法的诉求，包括取消企业30人以上的限制。把囡仔使用年岁为3岁放连到6岁，政府嘛就补助，互这代有津贴，改善一条的环境，互制度伫全国落实。只要有育有6岁以下小孩，就可以减少1小时工时，变成全国性的法律制度。那而且家长申请减少1小时工时的话，希望政府可以有薪资的补贴。那让家长更有动机去申请。民团毋望政府改善育囝支持制度，减轻家长时间无够用的压力。互爸母有时间陪囡仔，嘛免烦恼收入的问题，才通提悬生囝意愿。记者吴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少年囡仔若准犯罪，会互人送去矫正学校接受感化教育。事实上，因出来了后，若准无教育辅导单位含因接触，就有可能就会登去本地生活科啊，或者是对社区学校的适应出问题，就较会出现这偏差行为。专家学者是呼吁政府就要建立完整的支持网，保障这个司法少年离开矫正体系了后，会当顺利登去学校甲社区。少年囡仔若是犯罪，会互人送去矫正学校进行感化教育。毋过民团指出，这个囡仔出来重新登去到社区甲学校的过程当中，若是司法教育等等的单位，若无随密切接触，这个司法少年就较易出现偏差的行为。毛立委认为，工课交接若干若透过公文书面，学校甲社区嘛常常袂当确实理解司法少年的需求。立法院高升会拜三开会议。就专家学者讨论司法少年过渡制度的问题。其实，在空窗期，其实就是会，我们的经验就是说，这样的孩子就会越玩越大。他可能一开始其实他接触这一群朋友，他可能不会吸毒，到后面他会吸毒。今仔我们想要检讨的是讲，这资料转型加到关系转型作为有够无？了过度教育，你各县市伫执行的时做干嘛无足好的？为各县市就为头的中介教育来转为过度教育，毋过无执行较足好的。另外部分司法少年咧登去到原生家庭甲学校进前，若经过教育局的评估，有需要先安置到合作式中途班，还是中介教育学校等等。专家嘛建议安置结束以后，应当爱去重视司法少年敢有恢复稳定的生活，也是甲社会建立关系无，才通落实甲保障儿少的权益。可能重新界定你的关键绩效指标，有可能是到底有没有逐步的稳定，有没有重建一些规律生活习惯，或在建立关系或他基本的生活功能上，有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改变。民间团体希望政府要建立完整的司法少年支持网，保障大司法少年离开矫正体系了后，会当顺利登去到学校甲社区。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
伫咧顶年有4个原住民半暝伫垦丁公园拍蜡燃煤花炉，互警方抓到。因表示讲这是台湾慰问丧家的传统风俗。不过检方认为讲呢，这恒春地区毋是原民会特定的原住民区域，所以无允准拍蜡，也违反着国家公园法，会提起公诉。活的死了，死掉了是不是？你打的是公的，母的。车道拍开，一只回落的尸体放伫遐。警方随调查车顶4名查甫人的身份。2024年9月29半暝，恒春警方巡逻时看到一台货车怪怪，甲车查落来调查。4人表示回落是伫垦丁公园拍到的，因向警方解释是因为有拍蜡慰问丧家的风俗。不过落尾嘛是互检方以违反国家公园法起诉。猎人有剧烈躁动，就是这个往生者带给他的福气啦。知道部落里面有人去世，他们就去为了去拿一个除伤的一个动物啦，除伤动物来去到这个哀家这里。晚上那谁知道这个我们是不是闯入国家公园了？我们恐怕不是大家都能够知道那个范围到哪里吧。虽然排湾族确实有拍蜡毒伤这款风俗，而且20通会姓泽、姓王、姓区甲姓韩的4位少年人表示只有拍一只尔，但是检方表示原住民族拍蜡爱伫规定的区域，袂使凊彩猎捕野生动物，以违反国家公园法第25条起诉。垦管处嘛依法开罚。有关民众盗猎梅花鹿被起诉一案，本处再次提醒，国家公园法13条明定。国家公园区域内禁止狩猎动物，违者将依国家公园法处以3000元罚金。屏东地检署表示，原住民拍蜡文化是无受野生动物保育法限制，但是国家公园法条内底无适用保育法，而且恒春地区无伫原民会特定的所在，嘛是袂使猎捕。4名原住民应该会阁上诉，争取家己的权利。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南县推动南岛文化，去年伫咧大学开造船课程，邀请关岛别流和台东原住民做伙来打造全国头一只南岛传统独步船，用8个外月时间完成，取名做海洋之眼。也透早伫台东的新兰渔港举行落水典礼，有6名经过训练的船员要用1个月时间坐船环岛。阿美斯的青年吹海地、甲天地，也有大海港，这只集关岛、北流，也有台东、阿美斯甲亚米航海智慧起造的海洋之眼南岛传统独木舟，初6正式落水启航。它是单边的舷外浮杆船，然后是完全使用风帆，也是无动力航海的一个航海船。这只传统的南岛独木舟是依照关岛飞船的原型。以亚米的木钉，也有阿米斯白色的技术，用天然的材料手工来建造，开8个外月来完成。那县府讲，这是全国头一只南岛文化的传统独木舟，要展现南岛民族靠方向、洋流，也有天星的航海智慧。初6正式启航了后，由6位学员驶船上北，驶台湾一年，停伫咧重要的港口，也有部落来进行南岛文化的交流甲传承。通过他们来慢慢把经验去传承给下一届的学员，是一代传一代的方式。用这样的方式来宣示我们跟海洋的亲近性，以及台东是南岛文化的原乡这样子一个目标。这座环岛之旅拄好拄到东北季风，也有西南季风方向转换的季节。台东县部落大学的讲师张野海嘛表示，这款的气候拄好会当展现南岛民族早期克服气候的条件，也有航海的技术甲智慧。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名古屋亚运9月举办，台湾历史博物馆参文化部、运动部合作办一场台湾甲亚洲运动会特典，整理英国台湾选手得奖的记录，咱做回来看卖。今日展场就随看到这座亚洲铁人杨传广的铜像，要带观众朋友回去迄时台湾运动场比赛真抢眼的年代。这回台湾历史博物馆参文化部、运动部合作，展出200件珍贵文物，佮甲展出对1958年东京亚运卡球金牌到现代选手比赛的运动衫，嘛记录台湾伫政治压力当中，安怎透过亚运这个赛事来建立咱家己的身份认同。伫每一届比赛，拢互世界看到台湾的坚强，不只是运动啊，看到那个战后台湾，还有其他亚洲新兴国家，大家彼此的互动，然后也看到作为台湾人在这么漫长的时间，用不同的名字
代表台湾出去比赛，一定会好好来，不管是在中继站还是在选手的后勤部分，我们一定会好好来照顾他们。所以前一阵子我们已经再去一次名古屋考察相关的比赛赛场以及中继站的准备，那也有带回来一些资料。体电人讲，亚运参追求体能极限的奥运无同款，伊较强调亚洲多元的文化参团结，展览分析亚运第9个项目参文化特色，让大家重新思考运动的本质。现场嘛有3梯风球、5金混的训练手稿参据的展现出不管输赢，拢会当让家己发挥出上介好的实力。这款精神连接社会大众的情感，让大家了解运动员的付出。运动会变得一个大家会当互相来理解团结，因为敢若看是冲突嘛，但是我希望讲这边展览会当互真侪观众朋友了解讲，这个运动员的付出，其实不管伊到尾是输还赢，其实为这种一个目标来打拼的精神是值得按来理解。透过数位电组和口述历史，运动场顶面每一秒的公园都变作专门的运动文化资产。对5月开始，博物馆嘛邀请选手来分享，这个特点是一个起头，让运动对比赛场行入去大家日常生活，起做台湾人的运动历史。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40年前，台湾还阁伫咧戒严，迄个时阵的鹿港人勇敢反对美国杜邦公司，伫咧当地设厂，最后成功主动开发，这是国内头一个成功的环境社会运动。纪录片《鹿港反杜邦之后》，记录迄个时阵的社会运动工作者是安怎勇敢站出来。世界上最珍贵的块木遭到无情的滥砍，被卖到日本去。变成最高级的家具。台湾绿色和平组织找团体和民众做伙去哩行路，来演行动剧，来到迄当阵的方圆百会抗议政府放任错森林，而且伫个刷落来，促成政府宣布禁止测天然气诺气的树林。主要伫即卖已经37档，影像收录伫个纪录片《鹿港反杜邦》以后，迄当阵是使用16米的底片在翕，经过国家电影和影视厅文化中心数位修复了后，册录第一摆放送。那我想我们当做一个历史的补课，给大家一个背景，这个大概是在解严前第一个台湾的环保的社会运动很大型，而且它是成功的。影视厅中心讲到戒严进前，台湾第一个成功的环保社运，就是鹿港反杜邦运动。团体和居民行起伫路，反对美国杜邦公司来设厂。参与抗争运动的教师连锡林和罗斯角，接落来是持续行社运这条路在对抗体制。导演讲，迄当阵都真希望记录这阵社运工作者真实的处境。基于就是说我们想要认识是哪一些人牺牲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一切，然后就投入了这一个其实是吃力不讨好的这些工作。帮助修复1980年代后期16米的底片，工作人员嘛到场来看纪录片，因成功互30-40年前的社会运动，佫一摆透过大荧幕，互大家看到，伫大家真大声的抗议声内面，为因捍卫家乡和土地的精神，透过这支片永远留存。记者综合报道。台语团体一直咧呼吁复振台语，爱有台语的专职单位。再去台北市17个无共政党机关组成台语复振连线，希望台北市政府呢会当成立台语专职单位，整合资源，互首都成做复振台语的示范都市。台北市议会台语连线，加油加油加油！这位台北市议员同齐发声，在台北市议会正式组成台语复振连线，找来甲台语团体做伙召开记者会，为着要推动地方复振台语的工作。台语复振连线指出，目前台北市府无专职单位来处理台语的工作，拢分散在文化局、社会局和民政局等等。因打算未来在台北市议会提案，推动成立台语专职单位，来整合台语政策推动甲资源。教育局长伊是讲即马实验学校的空间无够啦，因是讲搁要盘点，看有机会无。毋过阮感觉讲这嘛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委婉的推脱的讲法啦。阮台北市的少年人囡仔讲台语的比例搁较少，阮拄仔嘛拢看到啊，所以阮会继续甲教育局来讨论。台语复振连线表示，目前有17位无共政党的议员拢有加入。虽然去年台北市府有设立府级的台语推动小组，不过业务敢若负责推动文化部的台语家庭计划。台语团体认为，安尼复振政策的效果真有限。因也期待看到台北市府带头，对学校教育、语言会章和公务体系各方面来都是友善的台语环境。你出去外口也是
也是单一语言的环境，也是足无友善的，无去即个达成讲咱的道义环境啦，吼，也是即个语言平权、意识甲环境，吼，啊，即个会建立就是爱靠政策，你爱有一个制度，吼，你爱有资源，吼，才有当去做一寡改革安尼。希望爱有成立即个跨部会即个台语服务委员会，吼，啊，过来就是要爱有台语学校，啊，阮有2大计划，一个就是课室语言转型计划，啊，搁即个语言有即个胸章计划。台语发展连续表示，这会期已经有议员针对台语徽章向台北市府提案，和民众甲公务体系办代志，一个看到知影通甲服务人员讲台语，未来嘛会当运用文学作品来创造愈侪台语景观，和讲台语、关系台语，成做台北市民的日常，嘛成做发展台语的示范城市。记者卢尚珠、郑准佑台北报道。来关心天气，讲到这华南分河区已经离开了，今各地雨水变较少，开始好天，温度也回升。不过气象署也提醒讲，拜五又有方面加上东北季风变强，所以会搁再落雨。北部、东部地区呢，要注意低阵雨或者是雷公雨。天顶虽然有一阵厚厚的云，也毋过会使看到日头已经出啊。华南分河区豆豆离开台湾，各地区的雨明显减少，天气豆豆变稳定。气象署讲，拜三早起云减少，气温嘛清转来。啊，若部分的所在高温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毋过要注意，拜五也有另外一波风面要来咯。会有锋面通过以及伴随着东北季风的增强，所以在降雨范围主要会是以北部。还有东半部跟山区为主，那北部地区可能降雨范围会比较偏广一点，要留意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的现象。那其他地区会比较局部一些。方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天气阁转做无稳定。面对5月月黄霜雨季，就惊讲会去拄到地灾型的大水雨。啊，因为黄霜雨的方面，就是刷动的速度真慢，若是水汽阁真饱，就真高伫一寡所在造成灾情。气象专家提醒，每一波黄霜雨的系统所带来对流，这强度拢袂使甲看轻。敢会地灾，就要看方面停留的时间是长也是短。这一定会发生到多大的雨啊？那个都还要再看，因为下雨的过程主要是对流性的，还要看它的移动是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停很久，这个都是跟自灾是有相关的。但是这个2-3天以前就讲说它一定自灾，不见得可以这么肯定啊。另外，伫菲律宾东方海面也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要发展，后续有机会成做今年第5号的风台下级比。气象署观察，因为目前离台湾是较远，佮加上大气环境无适合互这个继续生长，所以目前对台湾无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20度到3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0度到3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2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9度。一个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